云林北港的武德宫，为着要迎接着新年，是按照着惯例准备20万的钱母小红包，要送予到庙里点灯，或者是行村的民众。其中有300份是纯的金钱母，因为金仔起大价，这300份的金仔的这个市值为100万变200万。虽然成本加一倍，也毋过庙方讲无要紧，就是要互民众会当感受到财神爷加倍的祝福。宫庙道顶钱母小红包贴橄榄山，这是20万份的钱母小红包，其中阁有300份有底财神和乌虎造型的纯金纪念金币。这是云林北港的武德宫，为着迎接新年，准备20万份的钱母，要分送予来到庙里点灯，或者是行村的民众。当然是希望会当抽到啊！你对财神爷的信心，你就是伊个就是永远拢是钱母啊，顺其自然，好，平常心的好。庙方今日透早9点开放点灯，民众总来排队。有民众逐年拢来点，嘛想要抽到金币，讲若真正抽到会好好收藏，祈求神明保庇。因为金仔价啊，开始拢直直起价啦，去年到今年起要1倍以上，所以这300包的这个金币小红包，起价是差不多要200几万以上。这阵仔金仔价标悬300个金币，市值为100万，起源到200万。虽然成本比去年多1倍，不过庙方嘛讲，会当互民众感受到财神爷加倍的祝福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